士们，我承诺你们，从今以后，你们所付出的一切血汗都能够得到回报。任何人触犯秦法，都将受到惩处。秦国的一切将是属于你们和你们儿女的。今日，我们在秦国推行这样的律例，他日，天下就都有可能去推行这样的律例。你们有多少努力，就有多少回报。你们可以成为公士，为上造，为部更，为左庶长，为右庶长，为少上造，为大上造，为关内侯，甚至为彻侯，10亿万户。你们敢不敢去争取？能不能做到？我们能，我们敢，我们做得到。